另外来看，这美国联邦众议院伫顶礼拜五通过各项拨款的法案，其中有5亿的美金是要用伫台湾安全合作倡议，要协助咱台湾来提悬咱的战备能力。另外呢，这白宫也来呼吁众议院应该都要考虑援助台湾的金额，要扣到10亿美金，让台湾也通有自我防卫能力。美国联邦众议院18通过2026财政年度各项拨款法案，其中编列拨款5亿美金用伫台湾安全合作倡议，会当提供美国国防部长伫国务卿同意之下使用援助台湾，包括新买的防御物资甲服务、参军事教育甲训练。其实，美国总统行政办公室上大单位白宫管理甲有选局顶日发布的政策声明，是强烈敦促众议院考虑援台10亿美金，让台湾具备充足的自我防卫能力，和挂做是传播政府对援助台湾的表态。The U.S. should maximize its military assistance to Taiwan through FMF, presidential drawdown of authorities, and Congress's new Taiwan Security Cooperation Initiative. Taiwan is too small to handle the Chinese challenge alone. 回顾今年5月，美国海军退役少将蒙哥马利到众议院委员会作证的时，就建议国会爱拨款10亿美金，予台湾安全合作倡议。或者指出，行政部门的相关建议反映出美国希望继续协助台湾建立核武力。2023年授权法其实1年是可以给台湾20亿美金的所谓的外国军事融资的。现在川普政府把所谓的这个有关台湾的这个防卫能力需要在最短的时间能够紧速的来加强。另外，共和党籍的众议员伫去年提出10大的修正案，也伫参议口头无意议通过，内容要求美国国防部爱展示详细地图，也就是无将台湾搭伫中国的地图。公视新闻采访报道。